今日8月太水，南投新义乡嘅同富村同神木村也受到去岩村嘅灾害。南投家扶中心佢出今日去到在去关心同照顾弱势嘅成人呢，同時提起亞家嘅基礎下，喺同富村成立嘅田共工作站，未來3年內會繼續照顧弱勢嘅成人呢，還個聽數在其學校嘅營養同重建工作。2、3，打！南投家扶中心同父母第二在起，同新義鄉嘅同富村設採訪工作站。家扶中心希望是有效嘅聽受800歲制度受災嘅弱勢家庭。不止在經濟上的扶助，也對於小孩子的心理受創，往後的心理輔導，財務輔導做更進一步的協助。其實工作站成立前，南投家扶中心嘅社工是來到在地，聽受馬父母來到受災嘅弱勢家庭，本居民有同情嘅感受。雖然講最根本嚟成立，但是呢，佢從800歲在就開始做人力啦，做服務，嘛做了1多些嘅事情，做同富村嘛幫忙到1多嘅案子都非常成功。來到工作站嘅社工講，除了期間嘅父母高強度，更了解到當地受災情形嘅嚴重性，還有弱勢家庭嘅需要人來聽受。未來會透過學校同社區結合，提供弱勢家庭還有成人經濟嘅支持，同普通性嘅現象學習發通。在神木村的部分，大家會覺得說災情沒有這麼嚴重，但是其實大家可以到裡面去看一下，說神木村的部分很多都是在未來他們的生計方面都是需要做擔憂的，所以我覺得神木村是一個非常需要去關心的地方。南投家扶中心講，未來3年工作站嘅運作已經得到企業界嘅支持，希望透過持續性嘅關懷，聽受大家受災嘅成人積極行出實安心嘅成長，歡喜嘅學習。香港新聞李鳳琪，南投報道。